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3，耶利米书31章33节安尼讲：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内，刻伫因的心板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子民。上主安尼宣布。三角来祈祷，要将律法下伫阮的心内，要做阮的上帝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伫每一天，阮拢要来敬拜你，阮拢要来学习你奇妙的恩典，因为你毋若是住伫悬悬的天里的上帝。你阁是愿意来甲阮亲近，落来看顾阮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，阮虽然会行偏差的路，总是你犹原用疼来牵阮倒转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话刻伫阮的心板，遵趁你的旨意来行。求你互阮伫每一天的生活中，存敬畏的心来行做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律法下伫阮的心内，刻伫阮的心板。主啊，因为你讲，你要做阮的上帝，阮要做你的子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